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画面。这是南投的溪头风景区，过去捌有人提着车乌白母。风景区内底溪头加油站同款，即有民众伫咧加油站休困了后，甲车驶入开到内底，摕椅仔出来坐，抑阁啉烧酒咧拉稀。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洪泽英来带来了解。泽英。好，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黑夜中是有好几台车停在一个空地的上面，但是仔细看旁边有好几个警告的标语，上面是写着请勿停车。那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建筑物的灯光下，有好几位民众是拿出椅子，就这么靠坐在上面来乘凉。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就位在溪头的风景区。这群人疑似是所谓的车速族，不过加油站连用手机都不行，就怕一不小心有星火就会发生爆炸，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那怎么会有人就在这里车速呢？根据民众说法，在下午6点在加油站打烊之后，就会看到有这一类的车速族，大家就会把车停进加油站里面，接着就拿出椅子开始泡茶聊天，晚上更是就会睡在现场。那根据了解，旁边其实就是台大实验林区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那这个教育园区里面就有露营场地，不过在里面租用一个露营的帐台，一天就要600块钱。那露营车的停车费一天也是600块钱，所以就有民众推测，那这类加油站的车速族可能就是为了省钱才会违规把车停在里面。以上是为你找到的资讯。多谢泽英。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几多年前在南部山区有一个互人讲是台湾的野人，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今年4月关出来了后，最近阁互民众的监视器翕到讲，伊伫咧恒春半岛的山区，拢入去几多间远州乡的民宿，抑阁有公寮内底，规身躯烫光光，亲像刷鱼条啊，拢无穿衫，伫咧撒面耍 iPad。上趣味的是，伊阁查讲爱关电火。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桂阿虎来带来了解。阿虎。好了，主播给观众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一名穿着红色上衣的男子偷偷摸摸进到恒春半岛上的一间民宿。他闯入之后呢，全身赤裸，东翻西找，但他并不是要找贵重财物，而是要翻找食物，并且打开了冰箱好几次。接下来还用电锅煮东西，拿菜刀来切菜煮泡面，不忘打开抽油烟机，甚至呢坐在椅子上玩起 iPad。最后吃完了就清理洗碗，全程待了3个小时。整个闯入过程呢相当自然，令人傻眼。而民宿老板看到画面报警之后呢，警方就认出了这一名男子的身份。其实他就是在2-3年前曾多次登上媒体版面，被外界称为现代野人的林姓男子。而在今年4月出狱之后呢，他最近又在南台湾的恒春半岛出没。林姓男子入狱前常年都在花东纵谷和恒春半岛的山区走动，曾经被取名为台湾野人或者是南台湾蓝波。那目前呢，至少已经有5间民宿和公寮传出被偷。不过现在除了单车之外，并没有重大的财务损失。恒春警方呢已经组成了专案小组，也希望民众发现他的行踪之后呢，都能够提供线索，尽早将他逮捕到案。好，上是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情况，现场交给棚内主播。多谢阿虎，同款嘛是赶紧要来抓人，来看到桃园的龙潭有人乌白用胶片啊，伫咧经石头隔经过的车，嘛是来讲是有够手贱，互伊隔到的车玻璃拢规个壁唇轻轻一个刺，就会规个破去，一寡钣金嘛拢猫落去，车主紧张甲直接甲车驶去到派出所。原来一礼拜内就发生2件这款的代志，唔知到底是为虾米，嘛互人怀疑讲，若是去隔到人，安尼代志就大条歹收煞。警察今摆已经掌握到这个嫌疑犯的身份，当日咧叫伊到案说明。嘛是要来查核清楚，刷来这个画面来看到，最近这是网络伫咧传这段影片，这架红色的飘车伫咧路的皮车吹真凶，为大架卡车的车卡软过。一寡网友看得到底，拢讲伊是望天凊凊，唔知天地几斤重。嘛有人学了讲伊是功夫万底深刻。影片到底是真也是假？警察即马当日咧查，假使若是真是有影，警察讲一定会发，袂安尼就放伊煞。高速公路顶悬，伫个大卡车的倒边汹汹走一台红色的跑车出来，后一秒跑车竟然软入去卡车的下边，搁伫正边旋出来，互后边的民众看甲拢戆去。这项技术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自杀的行为。
最近网络流行这段真惊人的影片，有民众看了后拢讲，这根本就是歪命。不过嘛有网友认为讲，真正是高手伫个人间。搁甲看一遍伊顶两个1万年啊，干那看这个画面，就互人凊汗一直流。嘛有人咧怀疑讲，这影片敢真正是真的？那个影片我觉得是有点夸张有点造假吧，因为我感觉到那台大货车它好像有顿了一下，有减速了一下。基本上按照那个动力的原理来讲的话，那台车应该是被压扁的。那对这个影片的环境初步来看，应该不是伫个台湾翕的。不过这款行为，若是讲伫台湾，警方表示讲，安尼已经是违法啦，安尼会当加罚6000至24000块。有这个更危险的一个状况，我们甚至还可以用公共危险罪来做一个移送哈。那呼吁大家的话哈，在道路上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有这个行为哈，这个真的是触法了哈，又违规。警方呼吁讲，这款行为是危险的驾驶，假使讲若不幸来造成意外，若先仔头爱了去，人命就甲伊拍保咯，真正是袂使一记者综合报道。刚才咱拄则看到迄个画面，无一定是发生伫台湾，也毋过刷来即个画面，就真是发生伫咧桃园。这是咧路的看到桃鸟，桃园路的看到桃鸟伫咧路的乱扫。北德区的兴丰路路口，一只桃鸟看起来足碰称，行伫咧车路中央，搁再走去快车道，含汽车伫咧比讲，啥物人骹手较紧，看到人，大家就拢紧张甲面啊绿色，就那甲画面铺上人面册，问讲到底是某咪人饲的桃鸟？即马即只桃鸟先互相关的人员甲伊安大好势，但主人该牵倒转去。当头白日，乃有一只刀鸟出现伫个路的，一只刀鸟为边走出来，伫个路的一直走，边仔的人拢看甲硬气，换一个角度来看更加清楚。倒位唔徛，偏偏啊要徛伫个路中央，互人饲喇叭，佮走颠倒向，伫个路的转来转去。后一个镜头佮伫个内车道佮轿车比速度，用规身躯的气来一直冲，车路变作袂顺啊跑道，画面实在真好笑。代志就发生伫桃园市北德区的兴丰路路口，这的车真多，昨早起10点外，雄雄出现一只刀鸟，民众看到唔拿笑出来，嘛赶紧上人面册铺文，问讲是虾米人的刀鸟走出来啊？紧来带回去哦，那无就危险的。经派员前无广，并未发现鸵鸟，经询问民众表示已被捕获，县政府通知事主带回。警方赶过去的时阵，刀鸟早就无去啊。原来是有好心的人先甲带走，嘛已经通知主人来甲带回去啊。佮看一解，这个刀鸟伫个路走的画面，也是同款，互人笑甲变过。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苗栗县消防局明仔尾3点钟接到报案，讲伫咧德南交流道附近有火烧车的情形，赶紧派德南分队来拍火。来看到现场上新的画面，消防队员赶来到现场，发觉到一只山石车，车的头规个拢呛乌烟，火烧到的这个管道差不多有一层楼悬。消防队的队员赶紧抽2条水线来拍火，4点35分总算甲火拍花。山石车这个车的头烧甲密密麻麻，该在细型的稳将家己走出来，无受伤。因为迄当时是明仔尾人车较少，嘛无害人去扫到风台尾。即马当咧进一步调查火烧车的原因。监管嘛是需要进一步来了解原因。这是宜兰苏澳冷泉公园12号定开放，民众赶紧来到这个所在，要来浸冷泉，安尼会当透心凉。不过这几天有民众发觉讲，这个冷泉表面敢若有一搭油，也佫有加味色的物件，看起来好亲像是水质无好。落尾店长赶紧出来解说，讲原来这就是水质的体质，因为氧化了后自然产生，对咱的健康无败害。落尾因嘛进一步来改善泉水的循环。呼吁大家唔免伤过高超环。天气真炎热，民众来宜兰苏澳冷泉泡凉消透一下。很开心啊，因为这边重新整修了嘛。开1亿7千万苏澳冷泉，伫12迄天定新来开幕，穿收水衫。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众池内底有袂少这款红红浮起来的物件，看到个安尼油干啊油干。不知情当然会比较担心一点。原来这款不明的这个浮起来的物件，是体质氧化了后的自然物质，嘛号做冷泉花。目前这个园区里面的大众植啊，因为它的含铁量比较高，铁质氧化，氧化太阳晒之后就会产生这样的物质。俗称什么？叫冷泉花。为着要避免民众的怀疑，苏澳冷泉搁打这个公告来说明，
另外，嘛有请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些物件给扶起来。开园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新园区里面目前存在的问题全部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之后会开始来做改善。苏澳冷泉佮因公，嘛会刷刷来改善这个排水的问题。即马是一天换2摆水，所以这个卫生是完全无问题。游客会当安心来这泡凉消透一下。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画面，这是台北市长郭文德最近讲话愈来愈红声，嘛愈来愈咸，互人认为讲可能是准备要参选总统。现主时就上新的平面媒体公布民调，郭文德的支持度超过总统蔡英文。郭文德在期时针对这个议题有上新的回应。这就是阴谋论，你知道？我只是做我自己而已。不要把柯文哲想的，我每天那诡计百出，阴谋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无招胜有招，其实我就真的就是做我自己而已。因为现在有某平面的民调是做说你现在甚至已经反超蔡英文了，感觉是有效果的。你就明讲《中国时报》就好了。他就是引诱我出来选而已，那有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你用卡达乌修，你嘛知道？为什么要引诱你出来选？你哪一台的？一电视。为什么要引诱你出来选？你觉得？哎呀，这个所有再想想看吧。所以现在看这个民调的话，你觉得像以现在你这样子小胜蔡总统的话，你觉得你会有这个几率出来选？这个几率高吗？这是这样的哦，你要，我们来讨论统计学是，这是这样的哦。统计学对群体有益，对个人没有意义，因为对群体有一个百分比嘛，但是对个人来讲就是1跟0嘛，有做就100% 的，没有做0嘛，所以对个人来讲，它只有0跟1嘛，所以没有意义。所以对个人来讲，你讲那个百分比，就算他99% 的，最后他没做还是0啊。你之前有说至少可以拿下2.5%的泛绿的选票。哎呦，我讲哦，这是咱台湾社会悲哀，大家全咧想选举。今天不是交通安全讨论会吗？因为大家在等你什么时候会变成那个1啊？我跟你讲哦，这个其实我每天讲的话呢，就是我心里面的，你知道，在媒体前讲的话，就是心里面的话。我相信哦，这2党的总统候选人出来以后，对知识分子啊，我是说中间的就是统独意识不是那么强烈的，还是对这中产阶级，真的每一个都很焦虑。可是现在就是焦虑归焦虑，如果你要出来选的话，你觉得你要怎么去说服大家？又说其实你也有那个能力可以出来选，你比他们都好。我跟你讲哦，我是这样的，民主政治本来就没有保证选民会做最理智的决定，所以从2000年前，苏格拉底是雅典人民用投票方式把他处死的。所以为什么他的徒弟那个柏拉图一直对民主政治有点嗤之以鼻然后1933年的希特勒，你要更往前看，1921年的墨索里尼。所以民主政治本来就没有保证说选民会做最理智的决定。不过我们常常历史上要去看说是那个环境。所以我每次讲说韩流，你知道不是韩国瑜的问题嘛，是那个大环境。所以那个大环境为什么会这样才出现这个人？所以同样的道理嘛，你现在香港一直在抗议的，那个像我们2013年、2014年的台湾嘛，台湾也是一直在，反正他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名目出来抗议嘛，不管你要华光、绍兴那个反旺中、反核四，理由一大堆。其实，所以那真正的问题是民怨没有解决的，所以为什么最后才发明那个叫问题论？你知道，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把小问题解决了就没有大问题，把所有的小问题都解决了就根本没有问题啊。最后那句话最可怕，你不解决问题，最后问题会解决你了。市长，你怎么看昨天？你之前有自比。好，拄则咱听到郭文德为咸丰衫讲甲答，另外和咱生活有关系的消息，要来关心大只货车，也有大只拖车欠运将招无人。最近有业者塞1年薪水100万，要来招人才。大拖车的运将，咱看到月级平均册有8万块，那大只货车的运将有7万块，单爱有职业的牌，其他的条件拢无限制。业者嘛承认讲，这几年实在是足欠人，已经招要5年。
年啊，也未招满，嘛无人想要来做。啊，若货柜货运工会希望大正货车的运奖年纪会当放较能力，本来上界悬限制袂当超过65岁，即嘛希望会当放练到68岁。大正货车运奖嘛讲，千万唔通看人大免流汗，看人种田免出力。其实因做事真辛苦，就算开一年上100万的薪水，少年人共款是无啥兴趣。大拖车顶个在货要挖的时阵，一直卡连边的车，拢唔敢放放。大货车的驾驶上班的环境压力真大，加上上班的时间真久，定拢咧欠人。即马有货运业者伫网络顶个开一年正100万的薪水出来要请新人。大拖车的司机月级平均有8万，大货车嘛有7万。有驾照就会用来做，其他的条件拢无限制。不过这5年来，人煞拢补袂满。年薪100万的话，是很诱人，可是会做得很辛苦，会做到没日没夜。一趟出车基本来讲，应该差不多在14小时。大月爱加班，加上大货车的司机定爱台北、高雄2位走，考验体力。另外嘛，强在爱塞马车，就算开一年正100万的条件出来，嘛不是什么人拢会当接受。以前的大概5万，现在到8万，到年薪100万，薪水一直往上调。还是留不住人，超过半年的大概只剩下大概2成左右。就算薪水已经开到真悬啊，不过人也是无够。货柜货运工会进前搁去找公路总局，希望驾驶的年岁会当为上济65岁放练到68岁，避免因为老的退休或欠人的问题变甲更加吃力。不过，这回驾驶敢会有安全的问题？公路总局嘛爱搁好好评估才会用的。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问题要来看到，真侪人可能拢有这款的经验，就是甲衫等入去洗衫机，定袂记得讲发票放伫咧落地内底，一时失觉擦，万不利着1000万的发票就规个乌有去。另外，阁有抓夫的问题，即马有网友传秘诀，讲甲衫抑阁有裤掺油软精，搁再定洗一解，会讲甲呼气的这抓夫洗好清气溜溜。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就实际来做实验看卖，看到讲内底差不多9成卫生纸的抓夫拢无去啊。洗衫专家特别解说，讲原来油软精会当互衫抑阁有裤变较油，抑阁有水质的强，脱水的离心力，安尼衫无怪会清气。洗衫机甲掀开，上惊这个衫裤去裹甲拢是卫生纸，衫裤落地内底的卫生纸若是无先提起来，就会安尼夹甲脆糊糊，安尼是要安怎咧？伫网络顶悬流传一招这个清除的方法，就是甲这个衫裤甲掺油软精，搁定洗一摆。安尼就当清除这的纸纱啊，到底是有影无？来甲试看卖。斟酌来甲看，甲这个一般洗衫的过程，原本卫生纸的这个纸纱啊，裹甲满满是，甲掺油软精定洗了后，这卫生纸纱啊，差不多有9成拢无去。洗衫达人解说这个原因就出伫这。其实柔软剂通常多少会有加平滑剂，是会有一点点帮助啦。裹甲拢是卫生纸纱的衫裤，掺油软精定洗了后。衫裤会较骨溜，佮加上洗衫机的水咧加，含脱水的时有这个干酪芳蜡，安尼就会当清除纸纱啊。纸的棉絮因为它比较轻，在拍打的过程它已经就脱离开来了。假使讲你若无想要遮麻烦，嘛会当安尼做。不过洗衫达人嘛建议讲，衫裤数量若是无济，嘛会当用这个黄花色的粘布来甲粘。不过上根本的方法，要是爱会记得甲落地的卫生纸甲粘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关键插播，咱拄才接收到上新的消息，人咧讲饭会当加食，话唔通乌白讲。一个查某囡仔昨暗差不多7点钟，咧人面册铺文放掉，讲要来到台北市内湖捷运站的出入口，准备要杀人。这件代志虽引起了网友大家热烈话，上新的消息就是管区的警察已经找到这个查某囡仔，该带登去警察局问话。落尾进一步追查，才查讲原来这个查某囡仔抑个未成年，今年才17岁。后来这段时间来到台北实习，没想到伫咧网络放掉老话，讲大家无多甲伊阻止，是社会甲伊伤害，伊就要来报鸟鼠仔湾，讲话真捧场。换者心情来看到在地事事行行823炮战，保护咱台湾平和金门马祖拖249的这个溜炮的拖车已经趴远伫咧金门，因为烦恼讲变做歹当旧社，互人提起化价拍卖。这个建业书籍协会和金门县县政府国防部做伙来计划，望讲会当甲伊定整理过，会当互这个亲像是马祖梅石营区的模式，开放互游客来遮参观，嘛会当保存珍贵的文物，有新的观光胜利。
伫金门野岗山的炮田地，一搭这个叶贴爬远去的草地啊，顶悬放一座这个已经生鲜落壳的拖车母，上前一个看，伊的来头阁真大。这是民国40年美国援助的240榴炮的拖车。伊捌伫823炮舰内底保卫台澎金马的安全。它是2战时期呢，那个美军用过火力最强大的榴炮。煞尾这个炮身的刷叮当，改用铁基路，这个拖车母就互人放伫个炮厝内底，嘛豆豆互人袂记哩呀。这个年久月深嘛已经生鲜冻害啊。这若看伫个老军友的目睭内，实在真唔甘。就惊讲上尾啊变做歹当旧社甲买去。书籍协会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提出这个拨用的计划。我们逐一去检讨，看看哪些是需要留用的。在经过国防部的核定之后呢，有部分会移交给那个县政府他们来管理。伫个维护原始物件大方向，国防部同意把这个拖车母先甲保留落来。最好是连炮阵地，然后连火炮，连这个目前今天所看的这个一体结合，全部一体结合才会，它的公安价值才会成套才会提升。军方嘛，伫个进一步来研究讲，要来点出240的榴炮阵地，甲火炮的本体。未来要来打造正做战地观光的模式，开放予民众来参观。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来到苗栗东螺山区，最近出现一个真实行拍卡风景区，真热贴，无啥人知影。敢若住伫巷仔内行人才知，业者因为真介意太极型，伫咧家边厅4块位一寡空地做一个太极型的厝。经过8档设计好势了后，无张地，即马煞变做亲像电影《魔界里》下比人的厝，真梦幻嘛，真迷人的场景，请真侪游客来遮翕相拍卡。看这个 A 厝的壁堵，圆形的大门插青色的色彩，厝顶阁铺草啊，这个造型阁真正像电影《魔界》内底哈比人的厝。这个地点无伫个国外，就伫咱苗栗的东螺。老爸牵囡仔手撒开这个神秘的员工门，来体验一日的哈比人。也那水姑娘啊嘛坐伫个门牙口，伫遐翕网络的水相片。就亲像是精灵来找哈比人做人客同款，很可爱，就像哈比人住的感觉，特地在那边拍照的，就像魔界的哈比人啊，放个哈比人的音乐就更赞了。电影《魔界》内底哈比人的厝，就起伫个半山腰的这个棚空内底，同款有圆形的插门、青草灯笼。电影拍摄了后，场景阁甲保留落来，成做纽西兰上罕的旅游景点。和苗栗版的哈比厝甲比看卖，会使讲是刚。当初是为了一只熊，不是为了要盖哈比屋，经费的问题。后来想一想，那我干脆就来挖地洞好了。他朋友看到之后，他就说这个是哈比屋那其实我都没有看过魔界啊，那决定。苗栗东螺这搭咖啡厅，业者因为真爱收集太极琴，想要来替太极琴甲起厝，经过8年的时间，开1200万设计完工。不过说意外较成这个哈比人的厝。正做网络壁红的景点，为着要兼顾品质，逐工干含200个人会当入园。若要去，就要先注文。业者这个卡斯创意，抓会到现代人爱拍卡的习性，嘛冲出真好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大家归台湾来行透透，同款嘛是真好佚佗。这是中华王景渔火节头一届办红鸡烘蚵仔活动，顶礼拜5开放网络，给大家报名，2天拢总有400组的名额，无到15分钟就互人小姐订了。活动前2天上场，县政府嘛传好一寡鸡丝、有蚵仔，也有凉的饮料和美露，民众敢若人来就会使。这2天活动算的上少1600外人来参加。中华王宫风汉路顶悬大棚起来，封一半的路，民众安尼全家出动，围伫个火炉边来烘蚵仔。重点是这个现场吃的，你们拢唔免钱哦。先停，口感不错。那开车无就直接包车啊，规路拢会当食啦。伫烘炉顶悬，这个蚵仔是安尼铺甲满，烘熟了后，伊家己就会剥开。不过就要注意讲，唔通去烫着哦。第一次来，觉得今年的活动好像特别多，所以就来了。中华王宫渔火节已经是第15年来举办，那今年是第一遍来举办这个红鸡的烘蚵仔活动。从7月20到21，拢总有2天，一组会当分3斤的蚵仔，6罐饮料也是美露，
限时40分钟，时间若是到，就爱换人。第一时间就抢到了，我设定时间在等。伊随开放报名就随啊点去，就对啦5分钟随报名完全。活动伫7月12日早起10点开始，开放网络报名，2天8梯次拢总有400组，免到15分钟，就拢交红抢了啊！也就是讲，2天的活动拢总会当吸引1600人来参加。鹅啊，现在好像是1斤150啊，今天是免费的。对啊，赚到。今年蚵仔的产量和去年来比，拢总减3成，1斤嘛起到150块。中华县政府举办，予人吃免钱的这个活动，希望人潮就是钱潮，会当来促进地方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人潮，就是钱潮。继续来看到这支冰，一支卖80块银，含一粒便当冰柜，这么贵，同款是卖甲无货。原来伊予人俄罗斯鸡仔冰改面乳，原料就是产量少，介绍又搁贵的中华保鲜金蜜酸亚来做鸡仔冰。内底当食到天然的酸亚，因为冷冻过，营养袂走去。上高级的金蜜酸亚1公斤会当卖甲200块。农会甲一寡较无水的拍掉，送到加工厂来做鸡仔冰。看到今年市面真好。酸亚干，或者个金蜜酸亚会当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酸亚一箱一箱送入加工厂咧洗，皮甲卸掉了后，一粒甲切做双平，甲插签甲插入去果肉内底，赶紧甲冷冻起来。这就是正港100%纯果肉的金蜜酸亚酸仔签。表皮要很金黄的，然后不能太熟，也不能太生。拍开包装，这个酸亚味是安尼香杠杠，这个加落去安尼清甜佮透凉，随伫嘴内化去，食着真清凉消热。不过安一支酸仔签都要80块，会使讲是 LV 顶级的酸仔签，价销是有较悬啦。不过食过民众拢学了赞，真的新鲜，真的好吃。彰化县保新乡，即卖是金蜜酸亚大出的时，产量占规台湾的95%。不过要是无爱文酸亚遐济，金蜜酸亚特级品1公斤爱200块。较早遐外形无好的拢甲拍掉，不过即卖保新乡公所甲农会有去制觉着商机，甲遐外形较无好，甲做成酸仔签，佮标榜天然的果肉，一方面有果肉的口感，一方面嘛确保营养袂去流失去。而且我们金芒拥有很特有的土芒果的香味啊，它的甜度达到21度，你吃起来每一只芒果都味道都不一样。酸亚酸仔签热销2万多支，农会佮趁势咧拼图，杀出这个酸亚干，同款受到民众的喜意。农会希望将来会当提悬彰化金蜜酸亚的出名度，嘛通来抢占热天的冰品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好花来调机，好囝来出世。出名马道林志玲，伊6月宣布和日本放浪兄弟队员阿基拉结婚。最近可能翕到伊巴肚几小歌泡泡，落尾经纪人才出面出来背会，讲这张相片是旧的。最近佫一届可能翕到伊穿 T 恤长裙出现伫咧桃园机场，穿插真轻松，佫互网友又讲感受新啊。戴甲白色的帽啊，挂黑色的喙暗，第一马道林志玲伫桃园机场，互人翕到。林志玲穿 T 恤甲长裙，含过去拢穿较下水的衫无共，即届穿较快的衫，看起来亲像有新的款。伫咧网络顶的引起讨论，才结婚无偌久的林志玲，敢真是有新啊？过去林志玲就捌互翕到穿蓝色的洋装，甲保安放伫巴肚的相片，相片内底伊巴肚看起来敢若有较大的款。迄当阵外界就捌传过伊可能有新啊，毋过真紧林志玲的经纪人就跳出来背花，证实是旧的相片。林志玲宣布嫁予日本放浪兄弟的成员阿基拉，互娱乐界拢真意外。即马结婚了后嘛，同款真受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这是经典的音乐剧《猫》，伫要上青变电影，特别找小天桥、泰勒斯，也佫有金钟影桥、朱棣单客做伙来搬，才会大叫名称的电影。电影版毋免化妆，嘛无穿猫的衫，使用动态而且个摄影的技术画猫妆，敢若是活跳跳共款，所以引起一寡网友惊体讲，看到到底无爽快。有名音乐剧《猫》合作电影，演员包括泰勒斯、詹姆斯·戈登、瑞贝尼·威尼森、伊岛·瑞斯·艾巴、朱迪·丹克，各丁尼霍哈德森这超级明星。
电影版的无参像舞台剧同款，爱互演员穿鸟仔衫。电影是用电脑的效果来甲鸟仔模造出来，互演员变作鸟仔人。不过这种表现的方式，颠倒互真侪人感觉真刺激。It was a little bit freaky. I'll have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freaky. 预告下已经有超过万人讲因无介意啊。留言内底嘛有真侪人讲，电脑的效果做甲伤好，造成一种人唔正人的恐怖谷效应，互人感觉真无爽快。When the robots appeared very close to humans, but not enough to be convincing, people found them to be visually revolting. This chasm between nearly human and fully human is what Mori identified as the uncanny valley. 电影版的鸟目前预计年底就演，恐怖谷效应敢会影响到票房？到时阵就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插播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来看到阁无到半年的时间，就要是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上场的时间。到时阵到底是国民党、民进党对决，或者是三卡都的情形，甲大家阁唔知。不如果今日要来看到，这是靠我民进党的智库公布上新的民调，咱看到也是总统蔡英文伊的赢面较大。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勇来带咱了解。怡勇。好，主播观众带你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台湾民意基金会，也就是青绿的智库呢，提供了一份最新的民调，而这民调当中呢，其实包括蓝绿对决的情形，就是呢，蔡英文对上韩国瑜的话呢，将会蔡英文以多于5%的支持度赢过韩国瑜，但是呢，也提供了如果包括像是蓝绿白三角都的情况的时候呢，韩国瑜将会些微的领先，详细状况带你听看。如果柯文哲真的就投入总统大选，那2020总统大选。选民的支持倾向会是怎么样？韩国瑜领先蔡英文0.9个百分点。如果柯文哲宣布参选，将会造成蔡英文和韩国瑜1对1的这样的一种原本的竞争，造成一种猪羊变色的状况。郭台铭假定脱党参选，他的冲击是全面性的，直接冲击最大的不是韩国瑜，也不是蔡英文，而是柯文哲。因为柯文哲会被他拉掉至少7个百分点以上的支持度，那当然他也会让韩国瑜从原来领先的状态变成落后蔡英文的状态。只是呢，现在其实距离选举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蓝绿白三角都的一个动态呢，到底各方的势力会怎么角逐，也都是后续将要观察的重点。以上目前现场的最新状况，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向本一个广告了健康的话题，要带大家关心古早人讲头大面四方，啊那鱼珠啊较细，这是福气上。落尾即马医生讲，原来这特别注意，有可能是有心血管的症头。是不是？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字，咱一般俗音大家惯势读厝，要毋过若是照字典，这里读做厝。这个厝就是骨的意思，像咱讲厝倒，啊嘛有溜的意思，像厝溜笼、厝边。咱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厝溜笼，这就是囡仔爱耍的佚佗物，都要先爬起你悬的所在，再搁溜落来下骹。第二个词厝倒，就是因为涂骹真骨，一个无细腻骨倒。咱用一句话来记咧。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囡仔来这个游乐场耍厝溜笼，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拄落雨过真骨，一个无细腻可能就会厝倒。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厝，提供予大家参考。
继续要带大家关心，这是鱼珠啊有妖魂，可能和心血管的症头有关系。这就是别个是较有血，也有较高血压的人。若是鱼珠啊下面有滴滴或者是翻车的妖魂，都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有心血管的问题。因为这是医学界上新的研究，讲这就是法兰克的定调。一般医生嘛认为讲，心脏血管若是硬化时，规分丝的身躯血管拢有可能会对咧硬化，安尼鱼珠啊都有可能会走入去的血无够。引起有妖魂的问题。照镜看家己的耳仔，过去常人讲鱼珠高就代表有福气，毋过若是鱼珠出现了魂，就要细腻啊，因为有可能是要得到心血管的病啊。根据观察，60岁以上的人有15%到20%拢有这种情形。就是肢体末端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的就是血液供应的部分，可能会因为跟所谓的血管的钙化硬化。那导致这里的血流供应变差，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一些皱褶跑出来。那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跟所谓的年纪的一个增长会有一些相关性啊。过去美国专家分析纽约531个急性心血管塌起来死亡的患者，有47%的人有一边或者是2边的鱼珠有出现了魂。这个发现嘛，从看起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顶的，佮号名叫做法兰克定调。有一部分的医生认为，心血管开始变定的时阵。规身躯的血筋嘛开始变定，造成鱼珠因为血无够出现妖魂，那真正原因到单也无答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并不是绝对。某一些病人确实是有观察到这样的情形。那检查家己的鱼珠，另外若是发现目睭皮出现黄斑，或者是胸坎白白会疼这镜头，嘛拢爱真细腻，加注意身体出现的问题，才会当把握治疗上有效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热天真侪人互日头晒甲乌暗面，规身躯拢晒甲乌噜噜，一款人就会甲规身躯包甲目睭睭，或者是抹防日头晒的药膏。真侪人毋知讲加食抗氧化剂物件，同款嘛是有效果。营养师就讲到，食抗氧化剂物件会当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像咱看到柑仔蜜、塔马豆，还有深色的菜色，或者是柑仔类的果子。另外，还有果仁、较深海的鱼仔，拢会当有较悬的抗氧化剂，嘛会当降低紫外线的伤害，安尼就会当保护咱皮肤的细胞。热天出门上惊会拍甲受伤，也是拍乌。头一件代志就是我会当冻日头的药膏，其实唔若我的药膏，嘛会当加食一寡食物，为体内达到冻日头的效果。像比如说天然的蔬果，因为蔬果它里面有丰富的一些植化素，像我们常听到什么有茄红素啦、花青素啦、什么叶绿素等等很多。想要利用这些来减轻日头对皮肤的伤害，营养师讲上好加补充有抗氧化剂的食物，因为和紫外线照到，咱人会产生会影响健康的自由基。这个时阵抗氧化剂就会当帮助体内把这自由基消灭。像讲柑仔豆、食较深的菜色，也是柑仔类的果子，拢有真侪抗氧化剂。果仁有深海的鱼仔，嘛有Omega3甲维生素。那会当减轻紫外线对咱的伤害，另外嘛会当修复皮肤细胞。营养师讲，那加食菜色果子甲果仁，啉茶也是咖啡嘛会当冻日头的效果。咖啡。或者是说像绿茶这些里面有咖啡多酚，或者一些什么绿茶素里面的一些儿茶素，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物。会当冻日头的食物，当然嘛会互人变乌的食物。譬如说，可能吃了一些什么芹菜啦、香菜啊、九层塔这一些食材的话，是不是吃完之后我们去照太阳，它容易会产生更容易发黑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有此一说，但是当然，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恐慌。其实是少量的使用，其实是不至于。热天是要互皮肤白泡泡幼绵绵，唔那卖直接去互日头拍到，食物件嘛加较注意咧，就会当体内体外拢顾到。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要注意，袂当放空空。继续来看到中国大陆安徽一座摩天轮生意实在有够好，请真侪大陆游客来遮翕相拍卡。最近发生到工作人员扑龙讲，袂记得甲摩天轮车厢的门关好势情形，互人讲喊呱呱。因为游客本来是真欢喜，伫咧耍摩天轮，结果掉入上百公尺的半空中，行甲身躯无掉体，3分减1匹。另外，这个位嘛无安全带，无紧急的通知开关，有细汉囡仔当场行甲骂骂号。工作人员太大意了，我们坐摩天轮竟然门都没给我们关。民众坐摩天轮，工作人员煞袂记关门，车厢的门就安尼拍开，升起到100公尺高的所在，互民众惊到要死。你让我们什么心态啊？门都没关，100多米的高空门没有关。
查某囡仔惊甲哭出来，拢唔敢叮当。代志就发生伫中国安徽的这个真夯的摩天轮，因为摩天轮的设计是干会当为外口来开门甲关门的，所以民众嘛无法度家己将门关起来，干会当去架落压迫起哩网络。这个的话是我们当时可能员工的一些疏忽吧，然后后期我们现在已经在加强管理了。工作人员强调已经有加强管理啊，不过摩天轮有101公尺高，内底无安全带，嘛无紧急的开关，即马门阁未记关，安全嘛受到大家质疑。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食无同款的手路功夫，这是古早味的鸡仔冰。是不是？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嘉义东石乡是出名蚵仔的产地，都有餐厅业者挖山食山，挖海食海，运用在地资源，杀创意料理蚵仔饭，就是甲蚵仔汤拌饭做伙煮，搁再放入去细卡铁鼎，烘好炒火搭，饭拢会坚皮，规个香杠香，顶面铺件蚵仔，规嘴拢会当食到青甜的好滋味，互食食客蚵脑界得志。满10几粒肥壮壮的蚵仔摆伫香杠的白饭顶悬，看到互人喙烂水簌簌叫。4包蚵仔汤头的饭粒仔，逐喙拢是青笑的海味，搁来倒鼎皮的炒火搭香味，食起来口感搁加真有滋味。嘉义县东石乡上出名的这个正港上青的蚵仔，即马搁有老店第2代来杀出这个创意的蚵仔饭，要来互食食客有青笑的滋味。这是蚵仔的高汤，差不多有100斤的蚵仔去穿烫。高汤跟我们的米做结合。若好食秘诀拢伫咧这鼎，100多斤的蚵仔，甲控汤头，再搁含白米，甲放入去这个炊绳内底，煮熟了后，搁甲拌古早味的猪油。上尾甲装入去锅仔镜内底，搁甲放中尾挽出来的蚵仔，用加速大火来甲逼，安尼鼎皮的香味就会走出来。这个才有算成功。有点带口感甜味。很好。规台湾敢若只食会到，老店靠在地食材出新步，要用多元多变的菜单来抢拜顾客的艺作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好食的手路功夫菜，来看到这是古早味的鸡仔冰。老店第2代头家苏文祥，伊讲鸡仔冰要好食的秘诀，就是爱掺牛奶粉来互冰搁较有香气。老店2年外前，因为经营权兄弟仔一人开1间，高不离3种，带某囝做伙离开，搁再另外开店，拢已经50岁啊，搁再定创业。伊相信讲规家伙啊，若是做伙共心，铁嘛会当变做金。古早味的鸡仔冰真好食，互真侪市中的老主顾拢无法度家放袂记的。热天食一支啊，透心凉，虽感觉袂热。就是很绵密啊，然后很天然，尤其是那个牛奶味很重，我很喜欢。用牛奶粉来做冰，牛奶香真重的鸡仔冰，嘛，互老店一个开着要半世纪。苏文祥自细汉就跟爸爸做伙学做冰，2年半之前，老店因为经营权的问题吵分家，实在是无法度啊，伊才带因某甲查某囝出来另外开店。刚开始也觉得，别人都做了30几年要退休了，那我再重新开始才要开店也是，好像蛮困难的。其实还好啦，还好，很多老顾客支持这样。
还有跟我鼓励，也谢谢他们。我们要打一场胜仗啊！我们要让自己活得更精彩啊，对不对？我是这样用很正面的想法去鼓励我女儿啦，我老公啦。两翁仔某过50岁啊，才过来创业，不过年岁不是问题，规家伙啊做伙拍拼，无什么代志会当甲因拍倒去。像这款日本地口味的鸡饼，就是查某囝的创意。刚开始搬出来的话，一样是觉得就比较，主要是比较辛苦啦。就说可是事情都发生了，还是得要面对，对吧？勇敢的去面对它，然后去努力创造我们现在新的店的价值，做出区别。对啊，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今麦为着推广怀念的滋味，较少年节宴呢，嘛甲老店的鸡饼撒出去，参加各种活动，互人会当看到因。像现在也渐渐的会有很多客人说，我是在某某市集看到你，或者在南寮某个场地看到你，我才来我们店里面。那也都很开心，说我们的市集也达到效果，这样就是我们要的。无互传统的方式白条的拍拼去声，更较侪新的人客，甲古早味的鸡饼介绍，互更较侪人知影。全家人都全力帮忙啦，我们全家人都就是把这家店的话，就是希望是有我们全家人的心意，然后在这家店好好的做，然后每个人都负责各个面向。我爸爸的话可能就是制冰啊，我是贩售啊，妈妈也是贩售，然后一起维持这个家。主要你看到小朋友愿意认真帮忙，就蛮高兴的。我们把我们生意做好了，品质做好这样。规家伙啊，做伙拍拼，用心照顾所有来交关的人客，拼过危机，用新的方式去出发。无变过的是鸡仔饼这个古早味，互真侪老主顾食完拢会一直想要去食。记者综合报道。差不多才收到上新的画面，明仔3点钟，屏东自由路有人伫咧烧拍电动，警察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因为有人好亲像骂警察摆电话，甲警察呛堵，随后警察压倒伫咧涂骹。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桂阿虎来传来了解。阿虎。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屏东警方凌晨3点获报，在自由路上有人闹事，赶到后控制现场，一名穿着黑色短裤的男子被上铐，但他的朋友在旁边却很嚣张，当场和员警发生口角，互呛了好几句，不断用难听的字眼来呛员警。其他员警看不下去，当场一涌而上，直接强制压制在地。来看现场情况。可以看到这名呛警的男子，就算被重重压倒在地，还是心有不甘，口中还是继续飙出3字经。警方多次警告他，他就是不听，最后强制将他上铐带回，结束这场闹剧。好，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场交给彭迪主播。在社区继续要来关心台中市一个查甫人啉烧酒了，塞车伫咧路的一个无细里弄到满园头客护栏，人甲车做伙载入去5公尺悬的溪仔骹，来看到这只轿车四轮向上天，并伫咧溪仔边的阿门涂骹，该载无力入去水底。这个运将头一个时间已经家己走出来，消防人员赶来到现场，看家己倒手手骨已经断去，赶紧家送去病院治疗。因为护栏互伊弄破一孔真大孔，警察赶紧伫咧现场抽封锁线，避免有民众唔知影，搁再载入去线坎卡。这个人嘛承认讲有啉烧酒塞车，塞到一半因为接电话向强射神，才会发生意外，已经互警察抓起来，依法上班。是不是只要我配合你的计划，就是称职的另一半？
我知道你一直很爱我自己，我也很努力的在控制我自己。周文薇，你什么时候才要面对你自己？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不要拜托你看了好不好？你滚！如果明天爱的前男友是5年前去世的，难道会是那一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因为是我害死他的。我到底做了什么？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都市农园疗愈身心，都市以后有一片农地，这样做起来我心情很愉快。微笑单车，绿色路网，从 U-Bike 大概在骑个10分钟以内，基本上全台北市市区每个地方都到得了。长照2.0，复健到赋能。真正要启动的是社区里面互相的关怀，还有社区里面大家互相帮忙的这个机制。好家在台北。你们去上班，你跑去哪里啊？我辞职了。你知道我刚入行跑什么新闻吗？我看过的场面，你可能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哦。我已经够客气了，跟我说你不是你哥。英国 No.1 的学校啊，真的是光宗耀祖啊！这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吧？文哥。从小到大，你就是我们堂兄弟姐妹里面念书念最好的那一个。对，然后呢？我都已经答应给你1000万的价码，吃完饭之后，我白先生有什么另外的要求，我希望不要拒绝。嗨，哦，你们是谁
谁啊？是不是只要我配合你的计划，就是称职的另一半？我知道你在很爱我自己，我也很努力在控制我自己。周伟伟，你什么时候才能对你自己？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金冠名赞助播出。不要拜托你看了好不好？如果明天爱的前男友是5年前去世的。上新的画面要带大家看到台湾羽毛球1+1的选手周天成，昨日在2019印尼羽毛球公开比赛查甫单打决赛打败丹麦选手安东鑫，会当讲是咱台湾羽毛球界头一人。周天成面对的选手是减7岁安东鑫，头一局以21分比18分摕到胜利，那第二局是以24分比26分输去，双方一人赢一局。该在第3局还佫赔倒转来，以21分比15分摕到这个比赛胜利。比赛了后，两个人英雄小英雄，好汉小好汉，交换球衫。这个比赛所在是雅加达伊斯托拉体育馆，互人讲是魔鬼主场。周天成赢了这场胜利，嘛特别感谢球迷加支持。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上尾，新闻上尾要来关心，这是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红仔岛的展览，要将大家拢伫咧耍 cosplay， 会当讲是步数进展，西装打扮做家己喜意的红仔岛人物。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重大新闻。